4万到400万。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。来看全高总有接到云林好尾高中一个老师投诉，讲伊长期受到咧寻求连任的校长陈慧珍的霸凌，伊有向国教署来申诉，所方认定无成立。全高总认为，这个校长要拼连任，正正佮逼出高正的争议，所以呼吁林选会甲国教署得爱斟酌来闭关。 尽量来保持冷静，讲出互校长陈慧珍的一场霸凌，伫好位高中甲20多年当的这位老师，希望有人来帮忙主持公道。不但要求帮他印儿子的喜帖、请帖、捐款给学校等，更经常以羞辱性话语及动作进行职务交派或指导，甚至伙同其他处室主任对我进行排挤行为。 顶前老师是控诉校长是强逼伊爱出钱来请校友来食饭，甲伊当作服务生。伫咧同事头前，甲已经通过校长审议母亲节卡片来踢破。全高总是认为校长的情绪控管有问题，公私不分。也毋过老师向国教署来申诉，煞认定无成立。 校长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，当然对这个老师来讲，就无穷尽的4年那种身心的一个煎熬，而且他的一个行为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一个老师跟家长。校长陈慧珍嘛公开回应，对国教署4月10日来函霸凌案无成立，表达感谢，强调校友的参会是老师带同学甲教过的学生，家己出一度的钱，若是卡片有问题，只是请伊来修订。他自己认了。 一桌，然后他也邀请了他以前的同学啊。这个误会是因为那个卡片上面有一些字错误啊，我有请办公室的助理去给他修正。陈校长否认所有的指控，也毋过全高总是认为陈慧珍正经爆出关税争议，连任案才互遴选会来延后。 嘛，因为云林教育工会嘛接到其他家长投诉校长无适任，呼吁遴选会后一摆开会来检视定情老师的证据，来审查校长敢有无适任，严格来把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